日的头份有一间宫庙，昨举办着顶头绕境，沿着大街小巷野这个银纸，实在是野了伤过头咯。这规个车路、大路拢是银纸，一直到暗时啊拢无清，引发着当地住户的不满，讲这个宫庙伤过离谱咯，而且暗时啊看到规涂骹的银纸，感觉真碍腰。 顶头绕境，七夜八夜行伫车路，宫庙的人员行伫头前压金纸，规个车路天顶拢是银纸，看起来真闹热。不过这个景象到暗时，互在地居民心内无好过。这太离谱了啦！对，真的太离谱，这是名词呢。都开罚单啊！开罚单啊！这讲不好听点，就像诅咒一样呢，就是心里毛呢。唔但看甲心内惊，在地居民嘛真不满，压金纸应该清理，不过到暗时，这金纸拢咬伫涂骹。扫没关系，你要来扫啊！他们这样弄回来就要清啊。庙里头份的一间宫庙，昨下晡举行民间的相关仪式。 也金纸代表因间的买路钱，不过自请法师看这个画面，感觉金纸的数量有淡薄济。我看了影片，的确是我也非常压抑，撒了太多的银子。你撒那么多金子的话呢，可能也会让居住的一个人民呢，他也会心生恐惧。民众不满向宫庙投诉，到半暝庙方才来清理。已经整天造成民怨了。半暝12点才把车路的银纸扫清气，安内行为环保局要罚钱。裁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，即便事后有派人清扫，但是这个违规行为仍属实，依法仍会受罚。 伫市区绕境也金纸的行为已经明显污染车路，会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罚钱，上重会使罚到6000块。想要举办宫庙的活动，嘛要考虑在地民众的心情，才袂引起民众怨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